知道北非咋了地了，咋被谁干的？弄了不要老没人比了呢，人比了就跑了嘛。啊，这个路啊，不得倒了。 哇！不累的。 要把它洗了不好，也老开了呗，一种。对，把这几个么？这里好的我知道肉了，他那好我的现在上什么样的？我那个因为我染了，因为准备到我那天的，哎，对啊，准备我那六年天，你看嘛，热的有是的，是吧？到你要到，就先到你要你业务这边的话，端茶不晒天来听。